你個咩名啊？我叫幣沙，幾多歲？今年25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好想去韓國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Hi ma'am， 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幣沙，今年25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學教徒，我之前中國係兩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中國做好字，正解正要正探找全部把做不同，我學過點樣正過農業嘅好字，在個可以接受，幫個唔散，幫個從來用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好字。幫佢哋從來用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好字，為 BB 養嚟，幫 BB 從來用，幫 BB 唔療片。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韓國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到啲錢。我而家哋會勤力落實同埋計劃，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過。多謝晒去韓國見，拜拜。